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4章21节到24节。约翰福音第4章第21节到24节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有恁人啊，着信我，是要到啦。恁敬拜爸，也无伫即个山，也无伫耶路撒冷。恁敬拜恁所毋知的，阮敬拜阮知的，因为拯救是对犹太人出。若是要到，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，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，因为爸是爱即号人的，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。以上。本主日是退休会教师奉献主日，总会有派小牧师来教咱的中间讲道。小牧师是台北中会南口教会退休的牧师，咱请伊讲道。伊的题目是约翰的灵性的观念。有影即平安，讲国语较袂认真，讲台语较好势，所以会较大声。咱做一个基督徒吼，的确爱明白咱所信仰的。咱毋通像外邦咱杂念，毋知影咧念啥物，所以咱来礼拜，咱也知影，咱为虾米做礼拜。咱做每一项的动作，拢知影咱咧创啥物，才袂迷信。这个新约，若是要讲伊的背景。实在是伫即个希腊的文化内底，所以咱若要了解新约，的确咱都要了解即个新约的即个背景、即个文化。即个文化实在是真好。咱知影到目前为止，全世界上古老的文化也是欧洲。咱也知影基督教伫欧洲。即个影响力伫近代最大，即个原因也是伫即个文化内底会当得到透明。咱头拄读这段圣经，实际上这段圣经实在是希腊文化真精髓的所在，因为要解释一段，若无清楚，安尼解释袂好势。咱知影这段经文实在是咱常识，因为因为大家在读啊，恁都要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上帝，因为上帝是一个神，咱翻译用神这个字，是台语，不知袂歹。我用灵这个字较属于外邦人咧用的，外邦人若要个别的时拢用灵堂，灵床，灵拢从来拢足歹听咱即马咱用神这个字袂歹，但是咱后壁讲用神甲诚实，这个话就翻译袂好势，因为这毋是叫做诚实啊，这个话叫做真理。就是上帝的话，因为约翰伊伫第3章、第4章、第6章，伊拢用这个字，第3章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耶稣讲，哇，这个第3章是尼哥底母来问耶稣，
讲我着怎样才会当得定头生啦？吼，还是讲你先生啊，你安尼足熬啊足好，啊我知影啊，你是上帝派来，吼，安尼学落一番，啊耶稣讲你爱定头生，耶稣开门见山啦，即个都问讲你爱定头生，啊即个尼哥底母讲，无啦，我要哪定头生，我搁对老母的腹肚来搁生出来，啊伊这听了真concrete真好呢，即个甲希腊同款啦。希腊的文化拢要追根到底啦，所以伊安尼讲哦，讲检查你讲安尼定头生，就是对老母的腹肚去死嘛哦，这较无哲学的思想，较有科学的思想。你知影咱这希腊的文化真有科学的思想，所以拢要用科学的想法。啊，这犹太文化较神学，较这个古典，较这东方。东方就较神秘，吼，唔免遐 concrete， 唔免遐具体，吼。啊，所以伊就问伊讲诶，啊，你定头生，耶稣直接甲讲，你着爱对神，搁对水来生，什么意思？灵就是上帝灵来生的嘛，吼。啊，水是什么？水是上帝道，所以这个反应吼。咱知影水是代表上帝话啦，道吼啊，所以伊讲你爱用上帝你爱用你的灵，咱基督徒诚歹灵啊，歹伫即个灵搞得清啊，神搞得清。上帝啊，你的灵充满我，上帝啊，你的灵伫我内面，上帝啊，我有你的灵伫我内面。啊，我要问你，你有灵？你有心没？咱基督徒有心没？还是咱拢有上帝灵，啊无你家己灵。我想讲，咱真麻烦就是，咱基督徒上麻烦就是，有上帝灵无家己灵，你要相信？恁大家，你要相信？恁家己灵拢无感觉，对无？你敢若有感觉上帝灵，人无感觉你家己灵。你家己有灵，就是家己有生命。你的生命你无感觉，你敢若感觉上帝，啊，所以拢上帝充满我，上帝爱我，上帝，啊，结果你拢无半项，啊，你有灵无？有啊，啊，你的灵会当祈祷会啊，你的灵会当甲上帝沟通会啊，你的灵会活伫咱的这个现实世界内面路用无？有啊，如果你都从来无感觉，这真麻烦的。咱的灵伫搭，约翰这个所在写了真好，伊写上帝灵用大写牛嘛，啊，咱的灵呢？你讲咱就要用灵，甲真理敬拜，迄个灵用小写，小写啦，小写的，小写什么意思？是人的灵嘛？你袂使。上帝灵是上帝灵，你的灵，你爱分得清楚，你搞不清楚咧，咱迄创袂清楚，啊，你乱拜啊！你要拜上帝啊，你上帝都充满我就好啊！我啦，伫这礼拜顶出门我就无啊！你上帝啊充满，啊，若上帝无充满就无啊！所以咱吼足袂成熟，做基督徒足袂成熟就是你的灵，你唔知影你家己有灵，你拥有。最大的财富，你拥有最大的你的生命的灵，你拢无感觉，啊，要安怎感觉？这个感觉就真歹。这个后边吼，这则圣经真好，这则圣经伊安怎讲？上帝是一个神，迄细字用迄细字知道。果上帝是一个神，啊，神是无。无半项，迄个后壁，古早的圣，迄个翻译的词，爱迄细字爱写，讲灵就是无，啊，我问成叫做无就无半项，上帝灵无半项，啊是变啊？我问你，上帝灵啊无啊？变啊话你，咱兄弟姊妹吼，咱。
还是不了解这个理。那这个理不了解，这个理若不了解，你的性命就无意义了。咱哦拜上帝无意义，是安那会无意义？因为你的灵听袂到上帝声嘛。啊，拄啊唱歌唱啊少，你要静静听。咱一个祈祷，一日对早起祈祷暗时啊，吼，啊上帝要甲你讲一句话，你听无？你无听着。我安尼问你了去啊，有影你只不过我对早起一个祈祷，祈祷到暗睡。啊，我问你，啊你有听到上帝声？你讲，无啦，上帝才会讲话。我问你，上帝会讲话未？当然上帝会讲话啊，未讲话你就莫讲啊，莫甲上帝祈祷。伊会 respond 就是回应你祈祷，伊就要甲你回应，对无？啊，但是你都无听着啊，你祈祷一直祈，对早起祈祷一样，上帝要甲你讲，你都无听，所以咱早起头拄啊唱歌唱真好，啊静静听哦，听看有，你看听有声无？听有声这个赞，啊听无哦，哇，做祈祷拢了去，无使用啊足侪时间礼拜，用足侪时间祈祷，无使。啊！上帝要甲你讲话，你全掉头就走。你食拄啊，咱一直祈祷祈啊足力的，啊你断念。结果上帝拄啊要甲你讲话，啊你都无听着啊！我咱了去啊！啊，你祈祷都拢了去。啊，要安怎听到上帝声？啊，上帝佫无声，佫真害呢！啊，讲上帝也无听，也无讲，也无唱叫麦克安尼甲我安冲来，佫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字吼翻译真好啦，这个无啦，无就是无半项啊，吼，什么是无？这个字吼歹翻译，这个字吼我来切希腊的这文化来翻译。这个希腊的文化吼就害啊啦，就对希腊这文化开始啊。啊，你讲啊，你牧师你讲的讲圣经讲的文化，讲对啊，无你唔知影这个字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字唔是对圣经来哦。这个字对希腊文化来，那旧约的圣经是灵神是鲁啊，就是讲上帝气。阮伫人的心内，人就讲做有气的人，啊，这个里面啊，这个一个灵嘛，后来变成灵了，啊灵哦，就灵呢，犹太人嘛，知影有这灵呢，我有灵呢，就讲的老尾就歹去，啊到主前500年。所以变做我的心，讲我的心嘛，你也有聊我的心嘛，你也算我的心。我问恁的心伫哪？恁的心伫哪？我问恁的心伫这边啊，伫这边啊，伫巴肚，无法度呢。恁讲袂出来呢？为什么讲袂出来？无嘛，无毋知讲袂出来。啊，若有呢？伫这角，讲个清楚，无伫巴肚。啊，讲袂清楚，为什么讲袂清楚？就是表示无嘛。若有就讲会清楚啊，吼，这个希腊行较清楚了吼，所以吼，讲心哦较浮啦，再讲灵较沉啊，较沉就较性命，性命的意义都爱讲灵啦，袂使讲心啦，心哦，就有好心也有歹心咧。啊，人家感觉拢哦，我的心拢足好，你大家嘛讲我的心足好，啊，其实大家心嘛足歹。啊，我牧师我有牧师啦吼，咱袂使讲大家心歹，啊，牧师心好啦，无啦，哦，心拢歹，啊，歹要安怎？歹讲听上帝话就好，那是有影。哦，上帝话若伫咱的心就好。问题是这个心就去互咱的魂哦掠去啦，啊，所以袂好势啦，因为咱的心。是包括咱魂甲灵，哦，这两个咧战争出来结果都是心。我们心是一个无所在啦，但是你的魂甲你的灵哦咧战争，啊，战争的结果你感觉迄是心。啊，若灵战赢，哇，好心；啊，若灵战输就歹心。啊，什么时间战赢，什么时间你嘛唔知，你就干那讲心，啊，心都唔知影，所以你就爱。搁较清净来到神，啊，甲上帝话，安尼落去，你的心在活伫灵这边啦，哦，安尼啊，你的灵搁唔知影是干，哦，这美国的印第安人哦，足奇怪的，
伊讲美讲 American stupid， 美国人你有够笨啦，是翻过来，伊就讲 stupid， 啊 stupid， 美国人讲的啊，你这印第安人搁较戆啊袂晓穿衫裤，印第安人讲恁戆啊穿少者衫裤，你食害咧？你知影咱穿少者衫裤好啊歹？无影偌好了，无穿衫裤较好咧，身体较用咧。吼，穿衫裤是一套世界物质的文明甲穿落，这套文明的穿落吼，拢白擦啊，因为安那穿太水啊，歹看的拢袂看着。哦，咱人印第安好看歹看拢互你看，无代志。哦，这赤裸裸，互你看。啊，这个美国人伊讲骂美国人笨，为啥美国人笨？伊讲恁想代志拢用头壳，阮想代志拢用巴肚。我问你，巴肚想较巧还是头壳想较巧？我问你，你想看嘛？巴肚想较巧，头壳想较巧？无一定呢。嘿，巴肚有时袂杀人呢，用巴肚想袂杀人呢，用头壳想会杀人呢。嘿，用头壳想会自私呢，用巴肚想无一定会自私呢。吼。用头壳想无疼心呢，用巴肚想佫有迄疼。我问你，你到底你讲牧师安尼讲，头壳都毋通想聪明。头壳聪明敢嘛歹，嘛无歹。啊，为什么头壳甲咱的性命有啥物意思？吼，这希腊人就是好好的，伊将这甲分落开，灵甲魂分落开。我问你，你讲，恁讲话安那？讲咱的灵魂，你讲安那？你灵魂这个字安那？你我问你，灵魂这个字在安那有这个字？灵魂这变做一个意思，讲搞不清楚啊，对无？灵魂你讲迄就是将来要活去上帝，迄叫做灵魂。上帝手术我迄个叫做灵魂。其实就分不清啦，你做袂清。灵魂，灵就是灵，魂就是魂。人有迄个希腊人分足清楚，因为魂，咱圣经吼，这个字吼真歹，魂的皮修克叫做魂，pneuma叫做灵。咱无咱灵魂甲变做一个字啊，一个概念啊。人伊是两个字，一个魂，一个灵，一个 pneuma。一个皮修克，你就清楚啊！这皮修克什么物件？就是咱希腊文用皮修克，就是咱的迄个心理学这字叫做psyche。咱常讲psychology，什么？心理学嘛psychology 科生。规大堆的，迄个英文你若看讲psyche。psyche 就是心理学啊，psychology 啊，这个字对到来对主前950年，这个河马，伊讲人到底人是什么物件？人就是有思想，有精神，有理智，有艺术，这叫做人。不过，安尼咁叫做人？因为问题就是这，有思想就叫做人。有理智叫做人，有意识叫做人，若无意识毋是人。人是啥物？伊讲有这个魂。了后到主前500年，这希腊人真巧啊！这苏格拉底这个人上巧。伊讲人毋是魂，人一定有一个灵，这个物件锁伫咱的生命中间无共款呢。因为伊爱你做好，伊爱你做良善，伊爱你行公义，伊爱你有疼心，伊爱你有诚实。系啊，雅典城的人讲无，这物件我分就有啊。毋过讲，苏格拉底无，迄个就是咱的灵。兄弟姊妹，你有灵偌好，无吼？毋知会知影好歹。毋知影讲我祈祷了，我这样会使是？
我会做老板，我唔做老板。我贪心，我是贪心，还是唔是贪心咧祈祷？有个人贪心祈祷，上帝互我赚大钱，互我怎啊？吼，互我好名声，互我有地位，互我有学问，互我娶水某，互我赚大钱。安尼上帝敢毋是较好？还是上帝毋是安尼？我感觉拜上帝我多变，我无遮物件，所以头壳歹去。敬拜上帝也袂使想赚钱，袂使想地位，袂使想骄傲，袂使无爱无公义啦。哇，安尼？为什么？你的魂就是行伫这边，你的灵行伫这边。所以保罗先知这文啊是留下的资料，所以伊无讲，我们心中两个王，难看哪个比我强？一个要我上天堂，一个要我下地狱啊！我从细汉听到大呢，咱人一个魔鬼，一个上帝，这个保罗先知讲安那，我的心内是安那。罗马书第7章安那，因我的心内有两个啥？有两个律对无？出路，有两个律。一个爱我做歹，一个爱我做好。两个律，伊无讲两个鬼哦。伊有进步，伊有进步，所以伊伫罗马所在有进步。一个律趁我的肉体，一个律趁我的灵。这两个律怎么赢？保罗讲加在上帝的灵，互我的灵赢过。我即摆我就管我的魂，所以我加在。你只要你的灵赢，还是你的魂赢？咱若祈祷吼，你的魂若赢，听不到上帝声；你的灵若赢，有上帝话，你就听到上帝声。你的祈祷吼，足有效咧。上帝甲你讲，你爱听，这个厝边吼，你爱行公义吼，你爱诚实。这基督徒上歹就是诚实，甲你讲真实话。因仔日我若无骗你者吼，就袂使入面。甲你讲诚实话，我代志就大条啊咧。我袂使讲诚实，我袂使。来法官面前袂使讲诚实，这诚实都有本事。这个人袂使甲伊讲诚实话。我若诚实，就代志讲暴露。我问你，基督徒安那？诚实，诚实就真麻烦咧。诚实，上帝讲，你爱讲诚实，诚实是安那？伫人面前讲一套，伫内面袂使讲另外一套，对不对？咱若去外口讲话，你牧师哦，对无？你做歹代志，袂使袂使。伫内面咧想，嘛是袂使想歹代志的。外口咧行嘛袂使做歹代志，我这诚实足歹。但是这个人甲你讲，你爱诚实咯，你伫厝内嘛爱诚实咯，你著爱关个窗仔门关咧，你嘛爱诚实对待你哦，要真歹处理所以你的灵经常咧伫你的性命甲上帝话安尼做主，你爱诚实，行到着，你是安尼，安尼你才有法度听着上帝声。上帝声一定甲你灵讲话，袂甲你魂讲话啦。你魂就保罗讲的，就做要是要做歹，哪会甲你讲话？若甲你讲话，你就直直做歹去啊。所以就爱听上帝声，上帝声就透过上帝话，上帝话就透过上帝你的灵去听。安尼来，你心灵甲上帝交融啦。你的祈祷就较好，但是都无感觉的。这个较好无感觉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灵甲你的灵感觉无感觉，无嘛无就无感觉。这个字要安怎讲？这个字翻译的是讲，上帝是一个神，神就是无。这个字歹翻译呢。若要我讲我讲希腊人足聪明。希腊人有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啦。亚里士多德是什么？科学的主持。亚里士多德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学生？是苏格拉底学生。
啊，这个伊苏格拉底讲有灵啊，灵就伊无感觉无半，所以伊就发明一个字来甲讲，这个字叫做 metaphysical。什么叫 metaphysical？physical 是物质的 ，physical 是物质，这叫做物质，这叫做物质。我是有了，啊，看会到的物件拢物质。啊那 meta 是超物质啦，超物质啦，无是物质啦。啊，我问你，这个字是亚里士多德发明哦。你啊去外口讲，什么地方发明这个字？说亚里士多德。啊，这个字叫做三度空间的外度。啊，你看这三度空间哦。啊，咱基督徒拢是三度空间的哦。甲上帝都无看到啊，无物件啊。啊，上帝不是三度空间。啊，咱的灵嘛，三度空间就无法度感觉，无嘛，伊写无嘛，那是无嘛。后来啊，无要安怎感觉？伊讲，苏格拉底讲无都有感觉咧，都有听、有讲、有怜悯、有仁慈、有信息。咦，啊，这物件搁伫我内面，会对啊？啊，就知道，佫无咧，系啊，真无。啊，所以亚里士多德发明这个字讲，这个叫做无啦，哦，啊，无什么物件。无啥物件，比着话有一个安尼啊，腹肚足枵啊，伫咧海边啊，伫咧水顶啊，足枵啊，上帝安尼忽然间互伊魂游向外，魂游向外，就是遐形象以外一般走出天顶啦，走入空中。啊，上帝安尼 open the sky， 上帝将天拍开，啊，将一个四角棍啊吹落来，哦。看到遐物件，腹肚枵，啊，毋过遐物件拢我袂食的。啊，上帝迄物件我对细汉就无食，袂使。上帝讲我分别做成，你爱食。哇，这物件就走去啊！伊就安尼想咧，我就无食这物件。佫第二遍过来，啪！伊佫看到，遐拢我毋捌食。上帝啊，我遐片物件我袂使食，犹太人都袂使食。上帝讲分别做成，你爱食。啊，所以佫转去啊。第三遍来哦，我这比着有淡薄仔烦呢。上帝，你伤烦呢？你教免教遐侪遍啊，一遍好。上帝爱教你3遍，无你袂晓。我从第三遍讲，这物件是分别做成，你爱食。哦，你上帝嘛足独裁，你知唔知？上帝足独裁呢。哦，那安尼，我唔食物件，硬要我食。结果。一个迄个秘书长的用人来讲，彼得，阮迄秘书长要请你去工作。哦，伊讲哈，迄秘书长外邦人，我都甲外邦都无关系，你叫我工作，请到这个意思啊，系啊，原来就是叫我爱讲，都互外邦人听啦啊，我对外邦人都无兴趣，袂使是上帝甲你讲，安尼。所以魂游向外就是形象以外，这个字叫做 metaphysical。啊，这字中文要安怎翻译？用中文安怎翻译呢？中文真巧，中国人嘛真巧。伊甲翻译，迄个叫啥？叫做迄个形而上，形象以上，无形象啦，意思是无形象啦，无啦。啊，形象啦，看会到拢无啦，无啊。啊，无形象的都看袂到，迄个有啦。哇，哦，啊，你这个字发明有巧无？有啊，有巧啊。无咱无用话，啊！即马安尼讲哦，袂使佫讲遐哦，你个时间无啊。即马在讲你家己啦吼，你家己会凝伫你内面呢，啊，佫无呢，这什么物件？这真奇怪哦。但是佫有哦，吼，伫你的肉体内面有你的灵，啊，伫搭佫充满伫你个身躯，吼，充满伫你的身躯啊。你知伊存在。哎，佫无感觉，啊！你讲歹，你的感觉拢肉体的感觉、魂的感觉，你灵的感觉佫无。所以比这个保罗讲，我有灵的感觉，哦，安尼感谢主。你若最起码有灵的感觉，为什么有灵的感觉？基督徒吼，头前有感觉的吼。我26号有感觉就讲，哎呦，我做礼拜做一世人，无感觉我有罪，我无感觉，我感觉我骄傲足好个，我做一个。军官我骄傲上好啊，嘿，结果我发现，我哪有罪？哦，我罪这重，我老母甲我奉献，
对细汉的方言，我拢无去听老母的话，叫我做牧师，我看他无爱；叫我做传道，我看他无爱。因为金门哦，金门人哦，做了牧师了，散车几百掠去，拢嘛我摕鸡卵、摕菜去互食，然后像即马牧师也好康，你知怎？我牧师哦，较好康。我即马70几岁啊，我会使讲吼，讲甲有错的话我紧啊吼，因为确实是散车较几百掠去，啊，都古早无方言想的，也无方言，就安尼。庄口我咱囡仔摕只鸡啦，掠只摕鸡卵啦，摕安珠啦、土豆啦，抢赢就抢刚走，走到牧师遐，吼，走2点5钟，走到牧师遐跳牧师，牧师讲啊，杨师啊，你足乖哦，上帝足疼你啊，我哪会知，我毋知讲，所以我体里足欢喜，欢喜抢行落去抢了转来。但是到我会晓的是讲，毋通做牧师，只共款。阮老母甲我后面，我乖。到我26岁做军官，上帝选调我的时，哇！我开始感觉，我哪有做？我足骄傲，我足饱，我会骄傲写伫我的面，我会骄傲写伫我的干塔头，我会骄傲写伫我的迄皮鞋，我会骄傲写伫我的皮带，安尼赤露金，军官咧，我军官咧，你来行咧？我讲哇，夭寿我哪会遮骄傲？安尼好，主啊！我来悔改，悔改，我就开始悔改，开始做这个。26号到今仔日72岁，感谢主，上帝引带我足好，伊互我启示我，互我足济信仰，互我足好的人格，互我足好的生命，天天教示我，互我真做一个祝福。这啥？这感觉。哪会来？这感觉哪会来？开始袂样来，也无读到新学，哪会知影这感觉是即马来甲想讲，上帝灵感动我的灵，醒起了后，我才感觉这样啊做，迄样啊做，这样啊唔对，迄样啊唔对，打唔对，好感谢主，这安尼开始有感觉啊，好，若有感觉，这表示你正常啦。若基督徒无感觉就无正常呢。你知唔知？无感觉你有罪，无感觉你欠，你无感觉你气，你感觉你对不起人，你感觉对不起家己，你对不起上帝，你一生拢上帝恩典遐多，好啊！你一生遮好我，你拢无感谢，主啊，我实在亏欠你介济。我问普通人会安想，袂安尼想啦吼。咱安想就好。所以迄个灵，你的灵活起来就是头一项，看到你的罪。看到你的骄傲，看到你的罪，所以人来到礼拜堂讲，我是有圣神充满，恁拢无充满，惨啊！迄人骄傲，是啥物？迄个圣神充满的人就谦卑啊，就无法度啊，家己都戆嘟嘟，家己都足可怜啊。因为我是罪人啊，我哪会讲恁拢罪，恁拢无充满？我甲你讲，基督徒若是真正你的灵活起来，你的灵活起来，你也袂做世间的坏代志，你会去做一个好代。你祈祷的时候一定足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内面有你的灵活起来，你就袂骄傲，袂自私，袂贪婪，袂安尼，你的祈祷会通。无你来祈祷，有一个人讲，我说我祈祷3天安那我买菜馆买袂着。我头一摆伫礼拜堂咧祈祷暗时我拢坐食饭啦。逐个朋友拢转去我就无代志，我就礼拜堂忙行忙扫踮遐祈祷哩。结果一人讲我祈祷3年才袂得到，袂得到，迄阵是大家乐，迄阵我讲这麻烦，这足早我也无大家乐。我讲兄弟你做灵，你守灵甲安，你是安怎拜？伊讲我来你门口逐个人拜者，你拜者。拜3年我就去抢大家乐，你袂对啊！我讲是啊，我讲你安尼祈祷唔对，你爱去观音妈妈哪口观音妈妈祈祷看会对，用遐嘛袂对，袂对，你莫祈祷啊！你上帝较不灵，我讲拢不灵啦。那你即款的拢不灵，为什么？因为贪心。贪心就是你无用你的灵来祈祷，你用你的魂来祈祷，当然就无效啊！兄弟姊妹，咱爱用咱的灵祈祷，咱的灵是有公义、有良善、有和平、有仁爱、有信心。
遮物件足够，这是你的灵。啊，你的灵若祈祷，你的灵若祈祷的时，你就袂想做大老板，你袂想要做大官，你袂想要赚大钱，你袂想哇，你袂啊，因为你有你的灵，你的灵是谦卑，你的灵是好，你的灵是良善，所以你一世人袂去贪婪。啊，你袂去贪婪，你就袂安尼祈祷啊！你袂安尼祈祷，太试探你嘛，要你的性命活起来。哦，所以咱来将咱的性命活出来，咱的灵活出来。安尼你听到上帝声，上帝甲你讲话，逐你嘛听，逐你嘛听到，同代志，你今日要出去，做着歹势，这袂使，这袂使，这无问题，这无问题，还袂使。来，上帝的声是教啊，有教无？有啦，上帝讲，哦，你一个人若真正甲上帝有真水的关系，上帝声随时都教啊。啊，你若无听着害啊，拢无效啊。哦，所以咱这个字吼，安尼讲到这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我看时间差不多，袂使甲讲伤久，讲伤久，一声。来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小赐阮性命灵。是仁爱、公义、信实、慈悲，是谦卑，是节制，是无贪婪、无骄傲、无贪不义，无贪利，无要贪利，唔贪真理。主啊，那阮的性命都有，阮的灵，阮的灵都有遮好的面，是阮的性命。阮若用这祈祷，上帝你拢互阮听见，所以主啊，求你帮助，互阮信徒会当明白，这个字伫阮的性命是真重要，求主你帮助。安尼祈祷，靠主名祈。